卫生福利部今年核准2款失智症的新药啊，头一款申请健保给付的心智乐，专家会议是认为长期的效果证据阁无够，所以是无建议纳入健保。另外一款乐医保当送出申请，健保敢会给付咧？明年的头一季就有结果。对音乐咧震动，去治疗中心上课的侪伙人拍拼对节奏咧行，其中嘛有得着阿兹海默症的时代。家属除了家己送来遮有团体生活，互退化较慢，嘛关注失智症新药的资讯。这个药还在实验阶段，那不知道说实验阶段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如果是有效果的话，当然会想要去尝试看看。卫福部今年核准针对早期阿兹海默症创新的药啊，乐医保甲心智乐，拢是透过轻度脑内底的类淀粉2倍，互神经退化较慢咧。各大病院为6月底开始会当自费来做，不过因为这药啊真贵，外界关注敢会纳入健保。健保署长赵宗良31备询的时阵证实，专家会议就心智乐来讨论，因为虽然临床试验有效果，不过欠缺长期效益的数字，计效嘛真悬，所以无建议纳入健保。如果说有新的资料跟新的证据，能够让我们在评估上有一些调整，我们会再评估。新的药啊，敢有机会纳入健保？失智症协会嘛密切关注。协会指出，确实有真侪民众探问，不过限制条件真侪，真正进入评估的无侪。目前像是我们知道以日本为例，政府其实是对相关药物有提供补助。对于家庭而言，虽然药物的可进性也包含经济是非常重要，那但是就是我觉得家庭需要更完整的一个相关资讯来去做整体的评比。新的下档的药啊，确实适合治疗加一个选择。不过，这种药的目的，同款是减慢病情，不是长根。关键要是要回归患者日常的生活，甲对照顾者的协助甲支持。记者综合报道。